亲是7岁怎能高子？7遍7遍。是教是妻不分。
有儿
天人云王必招用，谁王必杨玉环，从未不完天机用我，是亲任太真官为道士。正年期一人之间不与恩争，谁王李茂亲命临平诸位老为赵秀女为妃，亲赐王赵谢恩啊！李茂接旨，李茂接旨。李茂接旨。
有力了，高公公、兄长，你们辛苦了。太真道士，你想通了没有啊？师妹，你就答应了吧，这也是你的佛文和我们杨家的荣耀。当今皇上乃英明天子，不但属于处理朝政，而且在你孤城。师妹跟皇上去做娘娘，那真是心气相投，再好也没有了。太真道士，我知道你何必是与隋王心生意后难以割舍。我如今老实告诉你吧，隋王与政治灵应混配了。师妹，这是真的。隋王一领用心人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有道是生命难违呀、你是请招进宫来修改听众生命，是让趁着皇上怀才下来，那可真是不得了啊！那是不但你要受到处分，我要危及隋王的性命。嘿，想必你也知道啊，太子李英、我王李尧、王王李居，都是在万岁一怒之下被赶出王朝，稍后是被赐死的呀。太真道士，你可不能自顾自己而不为隋王的安危设想啊！你要的两名贴身宫女，我已奏明皇上，马上就会送进宫来的。实在所言，请你三思。告辞。师妹，为了隋王殿下的安全，你还是慎重的好。
才貌，今赐封你为贵妃，以为珍惜。恭喜贵妃娘娘！请爱妃在为许给万岁可好？这是用得上你比了。爱妃，这是国王费了半年的心血才谱写而成，今臣与爱妃已作定心。呀，万岁！
这千万使不得。爱妃，你这不是正与你跪下了。万岁！
你快门半人开，毫不眼力，你我进了苍蝇几杯呀！阿贵年，亲家催你过往私藏一曲是何真子？埋怨他
你可知朕为什么这样爱你呀？我爱情我竟为你情人郎，最爱情同享引力能够算红，不仅催你曾多心，罗公分配不言生，以情尽世永你先尝尝啊！爱妃，你爱吃吗？爱吃，爱吃。可见万岁娘娘平身不中，臣在妃爱吃鲜梨子，从现在起吩咐下去，叫人每日进贡鲜梨子，为之在战。遵旨。万岁有旨，命负责每日进贡鲜梨子，为之在战。万岁，这太过分了！不妨。万岁，我能再去见朕家。宣旨。万岁御旨，我能再见驾。平身，快来见顾娘娘。娘娘千岁平身。秦家中不妨边境远道而来，有故事商议。不妨边将无可以报答王恩，竟将给出土产，奉献万岁娘娘，聊表心意，理当在此。万岁，这些都是不放的名贵不品，家十万金，难道他不是辛苦千里云来？请家必心了。万岁大人恩送四杀，胜过神的亲生父母，这些物件实不足以孝敬万岁。万岁，安乐山之孝敬万岁，而不下于孩子孝敬父母，恐说是万岁的官儿子了。亲家对朕真是忠心耿耿，就是朕的儿子也不过如此啊！好，朕的随你做官儿子吧。爹父王，二人安乐山去见。二人安乐山去见母亲，愿母亲娘娘千岁千岁。母儿诧异，怎么的拜父王先拜起母亲来了？臣是夫人，为母做礼节，先母后父。好一个先母后父啊，真有意思。好，
从现在起，真就找你不说礼节，每次上朝觐见，可以先拜母亲头拜。父王，儿臣好生叩见父王，愿父王万岁百万岁。儿平公，儿臣好。朕封你为东明郡王，请赐单手铁拳。从现在起，你的府邸世世代代永受保护。谢谢父王。正是我恩好他。新臣万岁！老将军正月里与要旨求见。说遵旨。万岁御旨正月里见正月里即将我王万岁，娘娘千岁，平身。谢万岁。卿家有要事商议。万岁，老臣与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万岁，令一人草创大事，天地高兴。有话将来。万岁。自从大道平天下，发图念名，虚神情，边疆安利不就是不见真，不负梦王三条灵，先将军坚守边关，一日就坚守三者为条文。今有家父死铁锤，救人的王朝为父亲，恩同公恩并恰当，深恐难以我人心。将军，安将军，历经边疆必争，安邦定国得人民，领土的同家长，亲家的不用爱不心。是啊，老将军，你太多虑了。万岁。
好赌气，把整个头都烤昏了。真扫兴！哎，万岁！请万岁！奴才已将珍珠链送给内娘娘了。他说了些什么？内娘娘十分爽快，提笔写诗一首，叫奴才带回呈与皇上。哦，6月上梅举不苗，残障后来无红香，长门今日无所需，何必斟酌为喜了？哎呀，近来真却是冷落他呀，他近来身子怎么样？奉旨不该当年，这是与小手些了。高启在，今日正到翠华西国召见美帝，你的养帝之事正到金正楼偏要执掌去了，真是拜驾。我可立功，去怪人王。一人宫门生死黑，人无双翼真飞。一
既然万岁不在，对我死则是应，一醉方休。来，娘娘，拜酒。娘娘也信我本是快
亲来过亲。娘，我没有去玩，但
孙爷也尊崇，今日正将他一人配在此处，难怪他要悠悠醉酒了。天哦，龙人，红娘娘有天热凉，还是为公歇歇去吧。爱妃，爱妃醒来，爱妃醒来。父王，天水好君，万岁驾到！万岁！原来你14夜想都在想念的寿王，证明我告诉你，我既能将他封王进将，也能将他说出王将。哎呀，娘娘，你发的什么痴女痛苦了？娘娘，父王天水来了。真的来了吗？真是。分明是因也是来夫妻会，巧为我这相见难开。那子夫妻小娘亲看你我日月，不与相为言道谁？这我一直听在往委屈吗？娘娘，这是为什么委屈？今日随王某先生来相见，为为不见看你谁来了？娘娘，是我将我们将成了做不为娘娘。外外冤屈，不辞别，一片苦中相随孙子香，万岁！杨玉环今有私情，实属下贱，不是爱惜有没真恩，是将其欺犯杨杀，以此反省不过，请此王招贤恩啊！夸夸这个圣旨，万岁爷下正在虎队上，请娘娘三七为公续谢业，明早一早出宫，为养不去吧。哪个的牛肉？啊，是娘娘的。娘娘为什么要将它丢在这里？高公公，你自己问娘娘去吧。
太过了啊！娘娘托付深藏也必够，有谁知也不一定，也不轻。月关北边李红楼，千贵府里一上天，师兄师姐难猜透，难猜透。这样下去，朝野富家天下数第一，四杀必成终此生，只怕是灭门之贼，乃杜宾。今日里风声尽一层雨，送一层，朝野真亏我杨家喜，城院里属于各种有心意，他听说
起，苦饥在冷落的心里冷，他知他从心的冲要弄死的。杨家四里一下千里，从此被人拆家地。嫂子，你不要那么为女中听，马大几日？兄长不认认是真相，是不认认是相。夫人嘛，呀，我的娘娘，你才久居宫外，身心岂有不便之理？再生那农遭环抱他心，一旦在身上知道，可不得了啊！什么？当了王丈，死了10余万人，万事是当了省长。亏你们说得出口，女秀有才，可这也是为正杨家的权势啊！是啊，四妹，皇上喜好开边阔土，俄罗山一直受到宠爱，还普来封王。女兄我出征乱造，也是想争得荣誉，不料带兵的将领无能，才遭此穿盘。你们藏了虎，叫我有什么办法？哎呀，四妹，你慢住，四妹。娘大声地告诉你家快快有请。奴婢高烈士叩见娘娘。高公公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现在不是娘娘，我是被兵出宫的杨月环。奴婢该是谢娘娘，万岁命老奴赐给娘娘的孙人，列子也送来了。送上耳听。娘娘，万岁多次事实事故，待娘娘可真是不错啊！多蒙万岁恩典，杨月环有罪，担当不起。娘娘和千岁的事，皇上都知道了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难道娘娘自己做的事还不清楚吗？好吧，既然娘娘不愿意生，那就是老奴食言了吧。娘娘的希望与相连，心不往返所中心，鸟的鸟说互相随意，有人家天人相定。可
看起来这味道是味道，这一张张一件件张张件件，可是真。娘娘休要无落下，老奴是送十送姑到衙门，自从娘娘离宫皇上荣幸多人18官位也不难事，你娘娘是无言啊心。爱能将你来世谁？万亲娘娘放宽心。老奴之见，娘娘是个举物一件，表一表心意，那就更好了啊！公爷说的是啊，师妹，你要好好想想，生活不及万岁才好。师妹，快想想，快想想，他想想吧。公爷到底在想想。好。师妹，既不空生，你要好好考虑啊！不知道皇上出师音，不及想。
父母是神代君，灵花经理收青云，这一路青丝父母是只有这自身之vật。这一路青丝父母是进取心儿是怜悯，这一路青丝父母是心脏的情丝静静，这一路青丝父母是父母把树根，这便是我的对，献于万岁，以表一片心意。好极了，万岁真喜爱娘娘的情丝吧，谁人倾向？万岁尽了定准，早为娘娘请娘娘早做准备。老公公，好事好事，请娘娘保重奴婢告辞。送公公，送公公。你我今生也同去瞧啊！ 。 。 。 。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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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知你在后宫当了省长，完了3阶级败退，二婢可以不用翻阅了。真是此是啊，这的好娘。啊，二婢，你看今日正气是什么样啊？万岁敬上，你不敬上。哦，李天有法的好娘，果真是此，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多亏你了。心境欢畅多10天，夕阳当初欲有寡欢，富家女是今日凤凰第一，富啊天前想当初。乃你陈言是今日啊，乱邦和民一衰年，故本是年逾花甲经历谁？
你当与一错，结果关都是万岁。
今金光十足，文官不看，也是赵坤大人不速之中，是道是君。这一娘太子里很执掌国政，朕亲自率领大军女驾亲征。女家亲征，哎呀万岁呀！女家亲征可不是闹着玩的呀！万岁师傅真要这样做，那将是大义离开王屋之水，大流啊！万岁师有三丈两多，那属实好啊！万岁，太子作为官府长政，哪能应付辩论？万岁亲征十分冒险，倘有疏忽，这就难办了。父亲娘娘不必劝奏陛下。万岁御驾亲征，铁壁动去。万岁，勇敢！你们这个聪明也是，懵懂也是啊！你们怎么不想想，怎么女家亲征成吗？万岁是常外位，吩咐领进神心慌。一代金娃少乱气，把心惶恐出乱境。到那时神人举目看朝廷，轻举妄动杀是非。已经吸引别人主，中断差池也难避。夸奖那女家亲征早收下。万岁！哎呀，你们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们快将女家亲征的诏书传下去。对，他把诏书传下去，尽量在文武百官屋里面百姓之中流传开去，说得越快越好的。看朝中今日用臣少阴臣。万岁，这怪不中万事没有听议。也怪朕近年来疏于政事，这娘人今日之大祸，可恨安乐杀这贼子啊！万岁，事到至今，既也无用。今夜三更之问，还要细引启程。万岁，谢谢去吧。事到至今，也只有这条路，这是要断了。愿在陛下活过金仙，永相信。
再无离故土，从一返乡地祖先，夫妻双双为缘兮，相亲父老拜龙颜，即将登城扫兴，世界万千怎能爱绵？七岁万岁！儿孙愿意受到将军护送万岁喜迎，四季进堂方万岁恩赠。昨天我儿的一篇消息，真谢万岁！骏马粮草等人对真为就绪，请万岁早点歇息。这个两个之人就要策划。你后见真迹。昨天我和吴镇老将军都是国王的忠良之臣呐，请父王早点歇息。姚妃。
谢谢吧。走不动啦，肚子饿了，走不动啦，走不动啦，肚子饿啦。不错，我连吵闹之声，军士们连着灌入脑内，吵得走不动了。后人听到什么？有人看见军士们三五成群，不知你人何事。还听说陈元礼和校尉们也曾在此秘密议事。陈元礼，陈王呢？陈王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我刚才看见他和沈老将军在这里讲话，所以又到军中中说话去了。什么？万岁，他们的迎接可疑呀！是啊，万岁，可中陈产高启在，都当听消息，前往应变。算之下去，引军途中只言骚扰贼。上遵旨。不知为了何事？老将军，军士们为何吵闹？军士们列车滚路，有来有往，说是整天敌人勇悍，故而吵闹起来。万岁不知已经有旨，命军士们去四周村庄行什么？行什？兵荒马乱，百姓四散大荒。村长一无人烟，到哪里去求神？那么在这里吵闹又有什么用呢？老将军，快算话下去，等到天明，立刻向西朝进发。军士们说：“这不动了。”难道在这里等着安禄山追上来不成？陆军统帅，我能指挥军士，反而重用他们吵闹杀死，不要反水的念。你身为丞相，专权不公，重用安禄山，娘臣不伦，你才是真正的有臣。什么？重用安禄山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先把万岁派人去团听虚的，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嘛！派人派去的人是安禄山贿赂，也已到这了。你老身不破家号，皇上蒙难，给到无成命。我丞相将军有话好商量，何必动怒啊？万岁！三月里扰乱军心，诬陷他人，理该是谁？国乃领头大的当心，你们将相离开同心家里，不要伤了和气。陈老将军，你快去爱慕军士们要紧呐！凡事老臣不能安抚将士，请丞相去吧。你也好，不错，陈才，你要走老将军爱慕军士们去吧。遵旨。
方才听听他的呼救声呐。臣妻万岁，杨国忠上谋君王，下压百姓，串通二路山，娘人国论，将士们不是杨国忠，难以平分。什么？万岁，自己要自己修行。好，万岁，老臣将兵不能，请万岁赐臣你若军将士为国自坚，扫天意，下合民心，老将军何谁之有啊？我总专员不够，别为正义，军士们将他处死，那是罪有应得。若军将士忠于皇帝陛下，自监于公，理应嘉奖，下去领赏吧。是。杨国忠也与我在，众怒当可平息。看天色将明，请老将军吩咐洛军无家细运。不杀贵妃是无家。随将士们认为其美贵妃，不宜在仕途万岁。贵妃是杀公以来，从不过于朝政，这是杨国忠，也不是他的嫡亲兄妹，后贼之余。万岁，万岁！将士们认为，自从贵妃进宫，他与我君王神灭女神，他与我君王不负朝政，自是唐氏江山，各用杀头。万岁，万岁！故贵妃乃是护根，必须赐死。怎么回事？将士们既杀杨国忠，就定准不让娘娘侍奉陛下，否则将士们不安心啊！请万岁。你将士们讨论又是千万岁。陛下，将士们认为杨国忠所以追究不过，全让贵妃之事，故贵妃不宜侍奉陛下，请万岁更恩正法，万岁更恩正法，万岁呀！贵妃不是什么人，将军王老民国，贵妃不是南平奴。恐老人难以安逸，请万岁当机立断！请万岁当机立断！老臣告退。
万岁呀！江山为弱，没人亲呐！把万岁顾见他君。东家。为报师生黑天神，其人也曾悲伤心，表望尘，同生同死同永
亏，这个把戏，眼看你会见父王的爱位，父王，我军花边的大天，稍有自言道理，当今断空杯，此一日此一天。岁有子，是娘娘娘，跪天。
娘娘是无才的，这是不是万岁，这为啥无辜之人，切必有罪？哎，真是我的姑门呀！谢谢万岁娘娘，负责国母令子一跨马送到下去。来，把令子呈上来，镇上，镇上。万子你死计使用吧。大公公，你是我万岁辛苦了，来，你来吃几口啊？哦，老奴不可。万岁亲命进宫立旨，是专为娘娘使用的。万岁，专为父使用的，吃了栗子去死。吃了栗子
问归西，问归西。林中渴望爱我永远里，两情天眷不分离。皇上爱我永远里，不顾乱人的志气，将士们怒斥我永远里。说什么与我君王成言，女生都不丢言。我早生之身老不用晒太张张天天，天天上上上上天天天家模样飞。
问。